国罗西亚外交高层会谈，要让两国关系正常化，嘛要超甲乌克兰停战的代志。不过乌克兰甲欧洲国家拢互排除在外。美国特别航空一架飞机降落加拿大的时阵，煞是规只冰岛180度搁倒火，目前判断可能是天气造成的。过去台湾人甲日本人结婚，婚姻登记户籍国籍去换，敢来当写中国。即阵日本宣布讲，5月开始嘛当写台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仔日节目头起先来看33岁艺人王大陆，是牵涉用假病历来假做心脏有问题闪做兵。今仔日是一个大包的客机去互检警带走，一波检警计共是带走12个人，包含协助做假病历的中人集团，也佫有闪做兵的一人。即阵这兵役局是已经甲王大陆列入3月定兵名单，限制出境。关乌翠庵艺人王大陆涉嫌以假病历逃兵役，10个检警去伊伫台北大安区的主体搜查躯体。另外，带回中介集团甲王大陆等涉嫌逃兵役的一人，获刑了后，王大陆互人依照涉犯妨害兵役治罪条例，以15万交保。真的有涉嫌逃兵役啊？真的花了100万元买假体检报告吗？真的有花100万元买假体检报告吗？2015年，王大陆主演青春爱情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快速出名。现年33岁，伊却传出假心脏问题，得到免入伍的资格。专案拢总12个人，互人躯体。其中也有一个26岁、带医学系4本的查甫人，询问了后10万块交保。律师讲，假医疗证明，恐惊会面临相关5年有期徒刑。台北市兵役局嘛讲，王大陆已经互人列入3月定级对象，并限制出境。在学最高缓征的年限就是到33岁。所以他超过这个年龄之后，我们就要按照他的年次跟签号顺序来排定他的征集梯次，就没有办法再准予他做出国的申请。提供虚假的资料，使得医院做出免疫的证明，因此免除了要服兵役这样的义务。王大陆等人已经违反了兵役治罪条例的规定，最高是可以处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兵役局表示，公司嘛无收到王大陆的体检复检申请，来做3月定级推出，也无入伍，会依照兵役法移送法办。内政部声明，已经主动清查，发现有部分役男定兵检查异常，拢总差不多80个案例，有同款涉嫌不法。为着谨慎，我来看2020年至2024年役男体复检历程的相关资料，移送司法单位侦查。记者综合报道。过去台湾人甲日本人结婚，伫咧婚姻登记户籍写国籍的迄段是干来当写中国。即阵日本是宣布讲，对今年5月开始，国籍迄段卖当写台湾。真侪伫咧日本生计食头路的台湾人就真激动，讲等这命已经等有够久啊！内政部统计，当年差不多800到1000个台湾人和日本人结婚，但是伫日本登记户籍、加注本地国籍的时阵，原本台湾人敢会当选使用中国。即摆日本法务省宣布要推出户籍的新制，今年5月开始会当伫国籍栏标示地区名，台湾人实质会当登记台湾这2字。听到消息后，真侪和日本人结婚的台湾人拢真欢喜。很期待可以拿到上面写着台湾的户籍成本，还是会希望就是那一栏会是写成台湾这样。其实伫日本历经一段时间的台湾人，持有的住民票和居留卡，拢已经伫出生地南位标注台湾。即卖户籍的文件嘛当写台湾，这伫日的台湾人社群时引起讨论。真侪人拢讲，等正名真正是等足久的。对中国不满抗议，日本法务大臣铃木雄优是回应讲，这是日本内政上的判断，无回答的必要。相信未来透过日本户籍誊本的正确标示，除了能够彰显我旅日侨民身份认同的尊重外，另外在身份辨识上面也能够更加明确清楚。另外一方面，因为最近个人申领中国的居住证、登记证和身份证的案例增加，立委会主委邱水正正式当在盘点登记两化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考虑要纳管申领中国居住证的人。也思考是不是要提醒国人啊，附录这个申请各种证件，它的种种的风险。那我们会把过去的这个法治的工作再重新的再来审视。
中国在2018年推出居住证开放台湾人申请的时阵，咱国都甲这定调是统战的策略，建议申请的民众应该向主管机关主动申报登记，但是做法是引起议论，造成相关修法暂停。修法的草案敢会伫新的会期提出？对这区水正是强调讲会拍拼来达成。记者综合报道。大陆冷气团来啊！今日这北部甲东北部是明显有加正寒，而且这气象署阁提醒讲，这礼拜五阁有一阵冷空气要来，而且迄阵会阁较强。另外，一寡对境外来的空气嘛带真侪污染物，中南部的空气品质就真歹。亲像今仔日伫咧高雄、屏东拄到红灯的警示，建议中南部的民众就尽量莫出门，若要出外，就爱挂喙安。台南市区街路规个忙忙忙，赶要出门上班的民众，拢无被记得挂喙安。大陆冷气团吹来境外污染物，南部地区空气污染严重，真侪车站捌达到红色警示。台南市嘛开始道路的洗灯，各污染车路边拿闸，也甲对工业区污染源进行监控。还蛮严重的，因为早上一打开窗户就觉得说外面都是阴，就是灰灰的。就是都雾蒙蒙的，害我以为是起雾这样。都出门戴口罩，就会把口罩戴着。透早各地温度降低真有感觉，台北市阳明山甲苗栗大湖透早拢测到9.8度的低温。北部、东北部境方面嘛转为落雨无稳定的天气。气象署指出，拜三透早各地透早温度也是真低。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会跟今天清晨相比，会稍微再冷一些些。目前我们预估的低温在马祖大约9度左右，金门11度，中部以北、东北部大约12、13度，其他各地是14到16度左右。拜四开始，各地暂时回温，西半部日下高温会回升到24度。拜五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搁落南，强度搁较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加东部天气明显有较冷，平地低温可能21度左右。暗过温度已经无亲像前几波寒流遐尼低，但是水汽有降，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才有落雪机会。礼拜6的时候，冷空气再进一步增强，那最冷的时间可能是落在这周日到下周一。今年北半球冷的地方很少哦，那台湾就刚好是在这个偏冷的位置上面，跟气候变迁应该是很明显的相关。前气象局长陈明典指出，今年副北极震动，台湾拄好挖金北半球3个冷空气外流之一。因为伫要入春啊，天气形态已经开始转变，虽然一直到2月底，也是会有冷空气搁落南。不过冷空气无入来时阵，会有小空气补充。南面寒、南面热，爱加注意温差对健康所带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彰化丰原一个80几岁阿嬷骑大埔车出外，说是去互狗仔虐甲冰车，规身躯真侪大乌青，阁有小可脑震动。彰化县的动防所就表示，有主人的狗若是无甲绑起来，阁互伊伫遐家己黑白走，主人上当时会食15000的罚单。也若是流浪狗，这相关单位就会赶紧去抓。一有乌托邦通过，伫路边热扫的狗仔随着冲过去虐车。彰化丰原乡一个85岁姓曾的负责人，15骑电动大埔车经过草屯路，互一阵路边的狗仔甲围攻，结果骑袂知，人和车做伙摔倒伫涂骹，好佳在经过驾驶警甲救起来。是几号的狗吗？几号的狗？姓曾的负责人讲，先是一间民家厝，厝内狗仔一直叫，扫落来有10几只狗仔对路边冲出来甲虐。伊说，甲身躯几个所在乌青，阁有小可脑震动。这功夫的。安尼哦。这样整起。这样整起啊。你整个有较少落来，阮早间买药，都个无无。个倒位？开头屋了。个开头屋这，个加厝。彰化县动防所讲，进前这个所在并无亲像这款攻击事件。经过了解，当地庄脚大多数拢是人饲的狗仔，但饲主无伫边仔嘛无锁绑的，会当这动保法罚3000到15000。那在乡下的饲养方式可能没有细审哦，那也有可能跑到公共区域来。那我们在这里要宣导，就是说这个犬只哦，如果在这个公共场所，应该要有7岁以上的人来陪同，避免它的一个暴冲，影响到用路人或行人的安全。不过，官府嘛相信讲，目前全县这世界大数的狗仔数量差不多有9300多只，民众若是有通报，就会请清洁队甲抓，而且做节育，若无攻击性，就是原地甲放回去；若是讲有攻击性，就会甲伊收容。目前已经编列1.8亿，被中建收容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今仔日国际大代志，就是美国甲罗西亚两国外交高层伫咧沙特阿拉伯会谈。这双方讲因会谈的目的是要让两国的关系正常化，而且嘛是为着两国的总统 Trump 甲普丁要见面来铺路。这届会谈有一个更较大的重点，就是要朝罗西亚甲乌克兰停战的代志。不过，这乌克兰也有甲乌克兰徛共边的欧洲国家，拢去互拜登在外，无参与会谈。这美国甲罗西亚是讲，互欧洲来参与谈判并无好处。罗西亚嘛趁机会拒绝乌克兰交换占领地提议，讲迄是无可能的。也若是咱换来看乌克兰甲欧洲这边，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强调讲，因无参与谈判，所以讲未接受任何超出来结果。也若是欧洲国家是开紧急峰会，强调因会支持乌克兰参与谈判，不过敢会派兵支援乌克兰，欧洲国家并无共识。亲像这英国甲瑞典是讲因会派兵，不过波兰、西班牙甲德国都无赞成。美国和罗西亚外交高层分别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里加特，美方代表团有国务卿卢比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还有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科夫。罗西亚这边是由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带头，做伙来还有总统外交顾问乌沙科夫，甲罗西亚主权基金执行长德米特里耶夫。这2年以来，美国甲罗西亚的外交高层头一届面对面，罗西亚认定是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起头。Главное начать реальную нормализацию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нами и Вашингтоном. После сегодняшних, завтраш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есть шанс, что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спадет? Давайте мы дождемся до завтра. Там серьезные люди, мы тоже с серьезным подходом приехали. 美国和罗西亚外交首长会谈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为双方的元首峰会铺路。对于北约组织的欧洲会员甲乌克兰互拜登在外，引发乌克兰不满。美国和罗西亚的外交代表拢讲到，以2014年到2015年2届明斯克协议作例，指出互欧洲国家坐上未来的谈判道是无什么好处。I'm telling you something that's really quite honest. So if you part of the problem that we looked at when you looked at Minsk II, there was a lot of people at the table that really had no ability to execute some type of peace process, and it failed miserably. So we're not going to go down that path. Его перемирие 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его, чтобы укрепить Украину в воен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То есть философия-то у европейцев никуда не делась, поэтому я не знаю, что им делать за переговорным столом. 也拿乌克兰进前提出要求罗西亚让出目前已经占领的土地来交换库苏克地区有关乎乌克兰控制的范围，罗西亚表示无赞同。Мысль какая-то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а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го, что какие-т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нужно еще уступить. Уступить-то как? С людьми, с русскими? Или без людей? С одними редкоземельными металлами? 伫北约的欧洲会员国方面，面对美国甲罗西亚挑工摆渡，包含德国、法国、英国甲波兰等国，拢咧想办法安怎汇集军事力量来协助乌克兰。不过，亲像提升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例，派1号部队进驻乌克兰，甚至泽伦斯基之前讲到的组成欧洲陆军的做法，欧洲各国也无共识。公司新闻7家人朋友。美国达美航空一只飞机要降落加拿大多伦多机场的时阵，竟然是规只冰度180度个导火。目前判断可能是当地天气伤过歹造成的。这只倒伫跑道的飞行机，伊的8度对天，会当看出伊伫降落的时阵有可能发生真恐怖的状况，嘛有人受伤送病院。Yeah, we've got it. The aircraft is upside down and burning. 机场的官员讲，伫飞行机顶有4个机组员，76个乘客，其中有22个拢是加拿大籍的，其他的是国际旅客。First and foremost, there was no loss of life. And this is in due part to our heroic and trained professionals. That happened at approximately 2:30 p.m. is Delta Airlines Flight 4819 from Minneapolis to Toronto, operated by subsidiary Endeavour Air, was involved in a single aircraft accident upon landing at Toronto Pearson. 根据加拿大气象局的资料，机场迄当阵是咧靠风势，风速每点钟51公里，瞬间阵风是每点钟65公里，气温是摄氏零下8.6度。机场方面表示讲，这个意外调查搁伫初步的阶段，即嘛无方便来评论。Upon arrival, my team conducted fire suppression. Self-evacuation was already taking place. What we can say is the runway was dry and there was no crosswind conditions.
但是对画面顶悬看到的是飞行机规个倒伫个大细拢砍掉的涂骹顶悬。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尤西夫讲，消防局长的记者会结束了后，官员是宣布讲，迄天美国经新代志的发展，有真侪守伫遐的媒体拢感觉真失望。机场方面讲，迄当阵是因为搁在应对大风和真寒气温，顶礼拜6礼拜的暴风雪，和跑道的积雪22公分。航空公司已经拍拼，让延误的班机会当起飞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镜头往来看北非埃及，因的首都开罗总是有一栋3层楼高的厝崩起，怀疑是这瓦斯爆炸造成的，尚无有10个人死亡。也那另外，伫咧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是哪像有一只超速的马术栽落800公尺深的山坑，尚无是有31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今仔人组织伫个距离建筑放落来几10公尺以外的所在讨论这个事故。埃及首都开罗都会区的急刹，一栋3层楼的建筑伫个当地17透早5点正向放落来，造成民众死亡受困。事发了后，救援人员甲10台救护车紧急赶去现场救援受困民众。埃及媒体经济塔报引用目击者讲的话报道，建筑技术有瓦斯泄漏，造成其中1层楼起爆，和建筑放落来，已经确认至少造成10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送病院。暂时救援人员搁伫现场搜索，另外吉萨省的省长嘛伫面册发文，下令马上疏散附近建筑物的居民来确保安全。刚才讲的南美国家玻利维亚是发生巴士摔落山谷的意外，一台载着乘客巴士伫南部城市波托西甲奥鲁罗中的山路咧行的时阵，司机技术因为超速造成巴士失控，对到800公尺深的山谷内底，车链向天，车顶的乘客至少30个人死亡，15个人轻重伤，紧急送病院治疗。玻利维亚当地山路是歪来歪去，嘛有真侪交通事故发生。根据当局统计数据显示，这个有1200万居民的国家，每当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平均有1400人。顶个月就有另外一台巴士伫波托西附近的山路失控，造成19个人死亡。公司新闻台宋平约。即阵是热人的巴西里约，这高温是冲到44度，这居民讲住伫咧遐是袂输住伫咧沙漠。即阵这全球暖化造成热人哪来哪长。鸟鼠生团就真有利，所以讲有真侪城市鸟鼠的问题就愈来愈严重，亲像在美国的华府状况就真明显。巴西大城里约8日热乎乎，路上的人唔惊人看到直接烫白体，爱泡日伫遐做事的建筑工人是热甲直接摕水管向头顶压水。Tá ruim, tá bravo. Só tá de 50 graus. Ah não, só para quem precisa mesmo que tá nessa luta aí. 里约的气象资料显示，8日高温来到摄氏44度，有真侪居民怨叹讲一透早起来就热甲呛寒，敢若是住伫沙漠当中共款。当局也发出4级的高温警报，呼吁民众尽量莫晒日，并且启动相关的救援措施。Minha recomendação é que toda a população se proteja e evite exposição direta ao sol. A prefeitura hoje tem protocolo bastante estruturado com unidades para realizarem hidratações venosas, hidratação oral. Também há reforço nas nossas unidades de urgência e emergência para esse cuidado. 里约一年一届的嘉年华28特别闹热起过，极端高温唔但对正在进行相关建设的建筑工人形成考验，咁会影响到嘉年华进行也引发关注。那全球暖化唔但带来高温，可能也甲鸟鼠生团有关系。最近一项针对全球16个城市所做的研究显示，多数和鸟鼠有关系疫情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美国华盛顿特区上济，再来是旧金山、多伦多、纽约甲阿姆斯特丹。Nou ja, het is niet de eerste melding. Ik woon hier 20 jaar en het is eigenlijk altijd geweest. Maar niet zo extreem als het nu is. En in het begin heb ik vogeltjes gevoerd hoor. Ik geef het eerlijk aan, ik heb vogeltjes gevoerd. 荷兰公卫单位派出专家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除了看居住的环境，要求减少吨本数，并且找出鸟鼠高入侵的动线甲藏的空间之外，研判气候变迁也可能是鸟鼠变质的原因之一。We now see another factor adding up to what we think is the cause of some complaints, which is wintertime is getting less cold over the years, which means that the rats can reproduce more easy, and there are more rats usually means more complaints. 专家表示，搁较长的暖冬，互鸟鼠有搁较侪生产时间。母的鸟鼠逐个月会当生几收的，一收就8只到16只的鸟鼠仔囝。致使鸟鼠愈来愈侪，想要对根本解决问题，恐惊袂当无注意到气候因素。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冷气团到地，天气多变化，请观众朋友都要注意身体状况。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